歡迎嚟到現心靜坐。我哋今次嘅靜坐係專注於舒緩一下身體上邊感到嘅痛楚，尤其係長期嘅痛楚，又或者係月經嚟嗰陣嘅經痛，又或者係舊患嘅痛楚。你只需要安靜地眯埋眼睛，咁樣聽住我把聲，揾一個你可以安全地眯埋眼睛嘅地方。而且重要嘅係，你要知道你嘅慢性痛楚嘅原因。我哋呢一個靜坐係盡量放鬆你嘅身體，可以用於喺舒緩慢性嘅痛嘅感覺，亦都可以用於舒緩壓力。而家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可以坐低喺凳上邊，或者瞓低喺床上邊，或者喺瑜伽席上邊。俾自己一段時間唔好被打擾，安安靜靜咁樣聽住我把聲。如果有啲嘢打擾到你，或者阻到你、嘈到你，都唔緊要。我哋只係搵一段時間俾自己放鬆，瞓喺度。就算係5分鐘、10分鐘，只要你專注聽住我把聲，注意你嘅感覺，總會有好處。而家無論你諗緊乜嘢，有啲乜嘢漂浮喺你嘅腦海入邊，將你嘅注意力轉移到你身體上邊嘅感受。對於有慢性疾病或者痛症嘅人士，有時候我哋會將注意力或者關注特別地俾咗身體嘅某一個部位，就通常都係我哋感覺到痛楚嘅嗰個部位。其實咁樣係咪有啲唔公平呢？我哋可能可以對身體其他嘅部位俾更加多關注，引起我哋身體不適嗰個部位，會吸引到我哋絕大部分嘅注意力。我哋而家用呢一個時間去轉移注意力到其他地方。可能你而家嘅感覺係，我坐喺度，淨係喺度諗緊我而家好痛好痛嗰個位置，又或者感覺緊好大壓力。但係其實我哋嘅注意力未必淨係喺嗰個好痛嘅身體部位，或者你所感受到嘅壓力上邊。我哋同時亦都注意到好多其他嘢，只不過未必浮現喺你嘅意識上面。可能係背景嘅一啲噪音，或者視覺上睇到嘅某啲嘢。可能如果你而家眯埋眼睛嘅，睇到你眼皮後邊嘅一啲顏色或者形狀。你可能亦都感覺到口入邊、嘴入邊嘅一啲味道，或者係啱啱食完嘅嘢，或者飲完嘅嘢，嗰個味道。
又或者係我哋身邊嘅一啲氣味，呢啲都係我哋冇意識地注意緊嘅，我哋腦入邊接收緊嘅資訊，只不過我哋喺呢一刻意識住嘅係身體上面嘅痛楚，或者嗰個巨大嘅心靈上面嘅壓力。你亦都有其他部位嘅感受，可能感覺到某啲地方好痕，頭皮痕或者手臂痕，又或者係你坐住嘅凳掂住你嘅 pat pat 或者你嘅背部。如果你瞓緊喺度，可能感覺到你嘅頭休息喺地板上邊，或者你嘅枕頭上邊。你亦都可能感覺到手臂挨住扶手，或者靠喺你嘅腳上邊，嘗試注意下呢一啲嘅感覺。我哋可以將意識慢慢引向佢哋，感覺到空氣喺你皮膚上邊嘅感覺，周圍嘅溫度，你呼吸嗰陣，空氣進入同埋離開你身體，你嘅肺部。感受下你嘅嘴上邊嘅感覺，或者你條脷喺口入邊嘅感覺。我哋亦都可以聽下、留意下周圍嘅聲音，唔止係我把聲，可能係你附近嘅雀仔嘅叫聲，又或者係樹葉被風吹到嘅聲，可能係街上邊啲車駛過嘅聲音，或者係窗外面有人行過傾偈嘅聲。呢啲所有嘅資訊或者感覺或者聽到嘅聲音，我哋都可以留意下佢哋。
可能你而家已經接受咗你嘅慢性嘅痛症，或者你慢性嘅呢啲壓力係永遠都唔會消失嘅呢個事實。有啲人話畀我聽，佢哋從未感受過放鬆嘅感覺。佢哋話喺佢哋生命中，無論係朝早或者夜晚，都總會感覺到某一啲嘅壓力，直到佢哋真係感覺到放鬆嘅嗰一刻，佢哋先意識到，原來佢哋之前都冇感覺到一個完全放下嘅呢一個感覺。可能口上邊講就話放鬆，似乎好似好容易，但係其實一啲都唔容易放鬆㗎。我哋慣咗一個好快嘅節奏嘅生命，可能停一停落嚟，呼吸或者靜一靜，呢一樣嘢都對我哋嚟講可能好困難。當你今日一坐落嚟，或者瞓低去做呢一個靜坐嗰陣，你可能已經好快咁開始去揾你嗰個長期令到你不適或者痛苦嗰種感覺。當你一開始放鬆嘅時候，時間可能會過得好快。但係如果你去諗或者去專注於呢個好痛嘅身體部位，或者令到你好大壓力或者好焦慮嘅嘢嗰陣，時間可能會過得特別慢。每當你去嘗試改變你身體嘅狀態嗰陣，你嘅思想或者腦入邊諗嘅嘢可能都會慢慢轉變，可能會慢慢咁樣去停落嚟，呢啲都係自然會發生嘅事。我哋而家所做嘅，只不過係分散注意力，就好似諗下朝頭早食個早餐嗰陣，你可能將啲牛油啊或者 jam 咁樣搽喺麵包度。我哋而家就將我哋嘅注意力分散，就好似搽牛油搽麵包咁樣分散嗰啲感覺，唔好俾佢哋集中喺一個地方度。
想像一下手上邊攞住呢把麵包牛油刀，去慢慢散開呢啲感覺，慢慢分散佢哋。亦都可以用另一個例子啦。當我哋注意喺身體某一個部位嗰陣，就好似將一羹嘅鹽放喺一個杯入邊嘅水入邊。如果你去飲嗰杯水，就只會飲到呢個好鹹嘅鹽。當我哋將注意力移到去全身嗰陣，就好似將呢一羹鹽放喺一個好大嘅游泳池嘅清水入邊。而當你喺呢一個泳池入邊飲一啖呢個水嘅話，你就會飲唔到任何鹽嘅味道，任何嘅鹹味。因為個鹽分散咗，就好似我哋嘅注意力分散咗喺唔同嘅地方嗰陣，我哋嘅令到我哋痛嘅地方，令到我哋唔舒服嗰個部位就會冇咁明顯。我哋而家所做嘅呢個靜坐練習，都係為咗鍛鍊我哋嘅腦、我哋嘅心靈，去注意啲其他嘅感覺。而家感受一下房間入邊嘅空氣、溫度，可能係你着住嘅衫喺你身上邊嘅感覺，你頭下邊枕頭嘅感覺。如果你而家戴住耳機嘅，就可能係耳機喺耳仔入邊嘅感覺。我哋唔需要特別去做啲乜嘢，或者想像啲咩，或者去記住啲咩，只係輕輕咁、平靜咁、自然咁樣去專注於呢一啲感覺上邊。可能你注意到你嘅頭腦嘅諗嘢，或者係思想慢慢咁樣去減慢速度。我哋冇需要去特登捉住注意力去做啲乜嘢，只係等佢慢慢咁樣自然咁樣去注意唔同身體上邊嘅感覺。
你亦都可以隨住每一次嘅呼吸，自然咁樣呼吸，唔好控制住你呼吸嘅速度或者節奏，就咁留意住吸氣嗰陣嘅感覺，空氣嘅溫度，你鼻腔入邊嘅感覺，可能吸到去你嘅肺部入邊，你身體入邊嘅有咩喐動，然後呼氣嗰陣，身體上面嘅喐動，呼出嚟嘅空氣有咩感覺？我哋只係留意住每一次嘅呼吸，慢慢咁樣去擴闊我哋嘅意識，將我哋吸入嘅氧氣送到你嘅全身，喺你舒適嘅地方或者唔舒服嘅痛嘅地方都送啲氧氣過去，送到身體嘅每一部分。然後將空氣送出你嘅身體，呼氣嗰陣就好似帶埋啲唔舒服嘅感覺、壓力啊、焦慮啊、痛楚，將佢哋慢慢咁樣送出你嘅身體嘅外面。深深咁樣放鬆你嘅思想，放鬆你嘅腦，一步一步咁樣放鬆，放低任何嘅思想或者嘅焦慮。我哋而家只係留意住任何身體上邊嘅感覺。當你準備好擘大眼嗰陣，可以將你嘅意識帶喺你房間周圍嘅聲音上邊或者氣味，慢慢咁帶你嘅意識返去你嘅周圍。然後擘大眼睛，眨下眼，吸收下你周圍嘅現象，將意識帶返喺你而家呢一刻。
希望呢一次嘅靜坐可以帶畀你一啲舒緩痛楚嘅感覺啦，嘅經歷，可以每一次感覺到痛或者係好大壓力嗰陣，都可以聽返呢一個段錄音。如果想聽更加多關於舒緩壓力或者係痛楚嘅靜坐，都不妨話畀我聽，留言一下，我可以錄多啲嘅。多謝你嘅支持。想聽更多嘅靜坐練習，就記住訂閱。多謝。